大家好，呢度係公共運輸研究組。大家好，呢度係公共運輸研究組，歡迎翻到嚟我哋最新嘅節目，繼續巴士路線計劃2025至2026。咁呢度繼續有我同埋對面 Quinton 啦，大家一齊繼續巴士路線計劃嘅。咁我哋呢一集咧，我哋就講到咧 40P 啦，同埋 94A 啊。先講 40P 先。40P 係一個比較成一啲爭拗嘅相關啦，佢改動亦都唔係太大。佢咧就係話咧就建議調整 40P 特別路線班次服務。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喐嘅今次唔係喐正班，喐嘅係華貴嘅特車。呢一班咧係華貴去羅便臣道啦。咁星期一至五嘅話咧就7點10分開啊。咁最高載客率係39%嘅啫。咁其實咧我哋呢度睇翻咧之前咧，如果一啲我哋涉及到一啲譬如我哋好耐之前發布嘅，我配話講下都10年前啦，西港島線相關嘅南區受影響嘅服務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其實 40P 咧其實客量咧就一路都唔差嘅，39啊，其實可能係咪真係偏低咧？但係呢啲嘢就冇得咁計，因為即係始終咧我哋講話試射啦，又過咗咁多年，同埋70學童個人口咧都 keep 住跌啦，咁變咗39%，亦都唔太出奇嘅。但係咧即係佢華貴你39%啦，咁依家呢其實個故仔咧就係話咧，依家 40P 咧其實咧，如果你講華貴呢班特別班次咧，佢個特點係咩咧？就係佢係唔入華富啦，第一。第二咧，佢其實咧出完嚟之後咧，佢都係兜下係自負嘅，即係佢基本上嚟講佢似40咁行嘅。咁佢就話啦，為咗加強香港仔一帶前往羅便臣道巴士服務啦，咁所以咧就建議延長由華貴開出嘅 40P 特別班次去到香港仔大道。咁咧同埋咧就要改開車時間，同埋要改收費。第一樣嘢啦，我哋要睇嘅就係話咧，其實改開車時間、改收費咧，呢樣咧就第一係嚴格嚟講，你話係咪敏感咧？其實都深刻係敏感嘅。而改開車時間咧，其實咧。我哋去睇翻，如果睇 P 咧，其實佢自己嘅開車時間，因為開7點10分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如果佢另外一班咧，深灣開出嚟嘅特別班次咧，其實咧都係7點鐘開嘅。你變咗咧，其實咧香港仔大道呢個係7點鐘開咧，其實咧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其實深灣嗰班究竟係咩客量嚟？呢個喺我哋以前嘅一啲部分，其實我哋都比較少提到啦。但係即係你咁樣拉咗一班過去 ，OK， 7點鐘開車冇問題。咁但係其實真正嘅目的係想做咩咧？第一、第二，其實係咪深灣唔夠車啊？深灣唔夠車？係咪應該加深灣車啊？等等呢啲。咁因為香港仔大道啦，佢話7點鐘，咁佢話咧就要行香港仔大道之後咧，佢都係要兜翻入去華貴嘅。咁所以咧，佢係會華貴加個分段收費嘅。咁所以全程單程收費7個半啦。呢個都係跟住深灣個價嚟收嘅。所以佢就話咧就加強星期一至五咧上午行駛時段香港仔去羅便臣道一帶服務，配合乘客需要。但係咧咁樣行完咧，我哋都係要提醒下香港仔大道咁樣出嚟，咁樣行出嚟本身仲有923。咁呢個就要再睇佢將來會唔會有其他影響啦。嗱，咁其實你話好少改動嚟嘅啫，你純粹多大10分鐘行車時間。我反而唔係擔心話原有乘客上唔上到車個問題，而係我覺得呢間嘢斤斤計較到一個點。因為其實嗱，第一正如阿 Ben 所講，就係 40P 本身有特別班次深灣開出加深灣車，其實你有需求深灣開出嚟，其實你唔使搞到多車，同埋好有趣。其實如果你香港仔大道開，好明顯嘅個服務個客源就係香港仔中心同埋石排灣。咁但係又好老實咁講，就係話其實本身沿路嗱，當然有一班車入去香港仔好 OK 嘅好事嚟嘅。咁但係你其實本身你出邊已經又有923，有923A，有923C 咁樣，其實已經嘅供應係好多嘅。所以我覺得溫呢架車係有啲奇怪，但係總體而言叫做係一個加強服務嘅嘢啦，咁就冇咩好批評。不過當然啦，都係要睇翻成班究竟其實佢拉咗佢有咩諗法咧，咁呢個係唔知道嘅。咁又話將來華貴嘅呢條尾咧嘅存在咧，都某程度上亦都會有一個question 嘅地方咧，即係你如果你係要同深灣分擔壓力嘅話，本來我香港仔嘅客，我帶我坐深灣特別班次嘅嗰班人，咁我會唔會咁樣？所以我就會有架叫做我見到有架車早過我到，於是我就想，又好似未必，好奇怪怪咁樣，係有啲怪怪地，即係你有啲屬於係我哋講話係屬於講唔出邊度好怪，但係總之就係好奇怪。所以都係我都有啲不明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所以大概就咁樣咯，40P 就不過行法上嚟講就冇乜特別好講噶啦。
佢唯一最騎呢嘅地方就係香港仔大道開車啦，要大道嘅另一邊開車咁樣線出嚟。嗱，有少少解釋到㗎，Ben。其實因為嗰個佢而家擺個站就香港仔市政大廈後邊啊嘛，嗰個站個收用率最低，即係冇乜所謂。嗰位有架車左定背咗，其實最正常係擺喺對面聖美德堂嘅，無啦啦擺聖美德堂一嘢開出嚟走咗係㗎啦。擺後啦係一啲騎呢，你應該擺聖美德堂㗎，佢擺市政大廈係擺到明係嘥時間嘅。係咯，我覺得可能另外一個可能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想入去香港仔總站啩，對個總站有啲堅持，咁佢中意啦。我唔知，即係怪怪地咁樣，諗法怪怪地，奇怪怪。係到翻轉頭咁講，你擺970X 嗰度篤支旗咪搞掂咯。係啊，其實行法一樣啫嘛。存在話需要一個總站位嘅問題，你邊度開得㗎？一班車你中意點開得㗎嘛？咁又好似又唔使特登，一定要好有堅持，一定要去邊度咁樣嗰個情況。所以呢個好有趣嘅諗法嚟。係，不過反過嚟咁講，亦都因為佢係一班車，我哋呢度提出嚟都唔係話特登一定要堅持話你唔好擺香港仔大道，亦都唔係呢個意思啊。係咯，所以我覺得情況是但啦，是但啦，睇下點，睇下點。好，第二個啦，咁就係94A 嘅調整服務時間啦吓，咁94A 就華富中去利東村㗎。咁依家目前嚟講嘅話咧，佢朝早6點去夜晚11點啦都有開車啦。咁然後另外咧插一班0735利東做總站嘅單口。咁然後咧上晝服務時間班次12至25分鐘一班啦。咁啊單程收費4個2，咁最繁忙一時最後率51%。咁樣全部嘅車輛3架車呢個數字相當之魔幻啊！大家聽住先。佢因為話咧，94A 咧就同其他南區路線嘅服務範圍咧大部分重疊啦，佢嘅乘客使用量咧持續偏低㗎，其中最繁忙時載客率只有51%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啦。而下晝4點之後嘅平均載客率咧更加只有20%幾。咁咧為咗善用巴士資源咧，而家建議咧更改咧94A 線咧，為每日嘅朝早6點到下晝4點提供服務，並且調整佢嘅班次。咁啊點調整啊？咁啊調完之後咪變20至30咯。咁然後再 cut 一架車。咁佢就話咧，為咗配合呢個服務調整嘅話咧，咁我就不如咧就叫48轉91或者98啦，叫或者73啦，轉91轉98啦，反過嚟就叫98轉48 73啦。但係點樣講都好啦，我都係覺得非常之酸爽嘅，就呢個玩法真係。大家要諗一個最基本嘅問題。依家94A 講緊全程行緊都可能係8個字鬆啲嘅，8個零9個字，8個零9個字出嚟叫我轉車，你冇嘢啊嘛。嗱，其實咁講啦，Ben，因為其實主要個問題係乜嘢咧？94A 佢話係咪大部分路線重疊？絕對係嘅。94A 係絕大部分路線重疊，一定同48疊，一定同98疊嘅。呢啲係緊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佢正正就係因為佢每條都疊，其實佢係一個好強嘅輔助路線。反而另外一個大家要諗嘅問題就係話，呢個其實某個程度上係一個地鐵通車嘅後遺症嚟嘅。但係點解會話佢係地鐵通車後遺症咧？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咧，因為有地鐵關係咧，其實以往南區自己本身比較強嘅一個區內聯繫咧，慢慢跌緊，變咗大家去即係可能用唔同嘅社區設施啊，或者去行街買嘢啊咁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我一落地就一嘢飛到出金鑼灣、金鐘咁，反而佢哋對同市區嘅 connection 大咗啦，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話，其實南區有人口老化嘅情況都相對嚴重啦。以往就係人口老化都好，但係會最簡單就係南區嘅街坊就可能會出香港仔買餸啊咁樣，都依然有一定嘅人去 support 呢一點嘅路線。但係去到人口老化老到一個位，就係連班老人家都唔會日日出街啦，咁變咗就係對所有區內線嘅需求都下跌嘅。呢個亦都唔係單純南區出現嘅現象，東區啊或者係觀塘啊、深水埗其實唔同，或者沙田都好嚴重嘅呢個問題，啲區內線都下跌得好勁。呢個都係同嗰個鐵路網做得好一滯，令到大家唔需要靠太多區內接駁去處理咗大家生活所需係有關係嘅。咁講到一個建議本身啦，94A 其實減嚟做乜鬼啊？平時都係2環嘅3架車表現，而好多時點解阿 Ben 話佢3架車好魔幻咧？因為其實實際上咧94A 咧喺繁忙間嘅運作，點解都會做到12啊甚至近密嘅班次？佢好主要係靠其他唔同嘅路線嘅柯打車，例如可能係970啊、970X，其實好多隧道巴柯打車落去94A 去，俾起碼翻放學時間去做支援。94A 係一個好啦，咁講針對翻佢服務時間啦，佢建議收4點，呢個就絕對係喪心病狂啦，可以用。因為其實以而家正常一間學校嘅活天嚟講，好大部分都可能講緊去到5點甚至6點都有課活動嘅。94A 亦都唔係話6點冇人坐，因為其實4
5、6點都係買餸啊嗰啲嘅高峰時間嚟嘅。咁所以其實倒翻轉頭，如果你一個好少嘅配套就係6點甚至7點鐘夜晚個區內需求係跌緊嘅，你話夜晚收靠轉乘處理晒，係咪講唔通？尚且講得通嘅，即係當然始終係減咗服務吧。咁反過嚟去講一樣嘢就係話咧，而家個樣似係乜嘢咧？我講4點鐘開天殺價落地還錢，講唔掂數啊！咁話俾你開到6點咯、7點咯，其實反而搏呢樣嘢。而點解要收4點啊？佢早啲呃架車出去繁忙時間做其他嘢啊嘛。但係其實4點收車係好唔合理嘅。至於佢話佢要減，咁其實94A 咧又係有少少似咧，即係例如話去翻廣東北岸嘅2號啊、10號嗰啲，你開幾萬架車都唔多嚇，班客自己會走嚟走去、碌嚟碌去嘅。例如華富去出香港仔94A 係得48得，咁你冇94A 咪坐48咯，或者調翻轉頭你架48嚟，我上94A 咯。其實都係嗰堆客嚟嘅，但係94A 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係幫緊2條區內線嘅，咁所以呢啲咁嘅輔助路線咧有佢存在嘅意義喺度嘅。客觀真係你香港仔係咪下下以為香港仔轉車先好嘅可以嘅，但係問題係一個密室嚟咁啊，你亦係冇咁嘅需求去咁樣行啊嘛，咁所以咪由佢喺度，你咪做6、7點收車咯。我覺得6、7點收車係相對可以合理啲嘅處理方法嚟嘅。而家收4點就擺明係交嗌㗎啦。同埋反過嚟講咧，即係好多時都話啦，94A 另一方面講，咁點解即係點解又會變咗好似用48啊，或者同其他，即係點解好似呢幾年嗰個輔助作用弱咗咧？其實又另外一樣嘢又即係關事嘅，就係譬如我哋講即係譬如話咧，我哋去講話依家我哋講緊可能講38啊，38吞42啊，或者4號吞咗71啊呢啲咧，呢啲其實都係明顯地都影響緊94A 本身佢對於48個輔助功能嘅。即係你講緊38吞42，就講緊你翻華富就出事，翻華富就受影響啦。跟住若果你係講緊4號吞71嘅，咁就係出華富受影響啦。所以其實你變咗好似混合雙打咁咧，就搞到咧94A 咧就越嚟越弱啦。其實我坦白講一句，尤其是38嘅話，你38係咁密嘅時候，其實因為啲局叫做40以下啦，咁你要做到咁密嘅時候，其實咪就係喺度扼殺緊短途線增長空間啫嘛，冇嘢噶。亦啱，因為以往就有啲區間好奇怪，就係例如，如果我哋講其實48就好少少，但係98會明顯啲，就係例如以前利東去田灣冇車啊嘛，咁所以有都係要坐駁扶林車噶啦嘛，咁變咗比貴咗一大截噶嘛。94A 就係做緊呢啲空隙嘅，其實當然啦，時勢亦呢啲空隙嘅需求少咗，亦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你話94A 要減班，要收夜晚服務，我覺得完全講得通。但係客觀就係你連翻學時間都唔能夠滿足到咧，呢個我就覺得講。同埋咧，依家咧嘅話咧，我成日都話就係做學校服務咧，就呢個係順便提一句，講做學校服務咧，其實經常都話噶啦，就一定冇可能我哋放學時段係搞得咁準嘅，放學時段一定冇可能我哋翻學時段咁準嘅。會出現嘅問題就係我哋講話喺西區學校區嘅路線亦都係呢個類似情況。西區學校區路線咧，你譬如典型案例就係以前嘅山嘅23B 啦，做到咁頹嘅原因，即係我覺得去寶馬山方向咯，你係冇可能真係教到咁準嚟到去估嘅。依家佢哋估係估，譬如話依家柏道開車嘅3點半、4點、4點7，但係係會好老實講嘅。嗱，固之然呢個時間學生係的確會湧出嚟嘅，但係依家目前嚟講嘅話，就算我哋唔計有其他因素都好啦，其實大部分嚟講係課後活動啊，或者一啲臨近考試嘅前夕咧，你會見到其實都係學生有大量考試學，即係唔會喺我哋頭先講嘅嗰個時段去出學校，咁變咗其實你係難估咗佢哋個流動啊。同埋另一方面講就係話咧，頭先 Quinton 提到啦，咁即係你多咗鐵路，有鐵路之後，其實就容易虹吸效應嘅吸走晒啲區內人啦即係其實莫講係南區，莫講係東區，西區都係呢個問題。西區就好明顯嘅，即係結果你自己區內小店咪冧晒咯，區內喺鋪頭冧到七七八八。其實唔係淨係巴士服務嘅，即係可能講緊你講緊普遍嚟講，連商鋪啊等等嗰啲模式，你見到都頹緊嘅。西區南區呢都係呢個情況。我哋去睇嘅話，其實即係你成個活動少咗，其實就會變相嚟講咧，就影響咗對區內線個客量啦。同埋咧，另一方面講嘅就係其實會變咗呢啲區內線個客流量咧，其實係少咗個可預期性。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去睇嘅話咧，其實佢少咗可預期性的話咧，其實若果嚟講你諗住4點鐘，其實如果依分到嚟講講緊7點咧，其實都未必係一啲好合適嘅時間，都唔係一啲好 suitable 嘅時間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講緊你可能學生啊補習啊，或者等諸如此類，或者佢會好多原因佢會
持咗佢嘅呢個我哋甚至另一方面講啦，即係兩個區之間，即係如果你強行一定要講嘅話，就利東去到華富，咁呢兩個區兩個住宅區就冇乜好講嘅。我哋去講話其實兩個區之間除咗學校聯繫之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居民上居民自己日常生活上嘅聯繫嘅話咧，咁其實坦白講亦都真係唔係大家都係去香港仔計，亦都真係有路線可以替代到。但係個古仔就係話，若果你講緊其實你平日你夜晚你48+8，如果係正常的話，咁我哋冇嘢講啦。咁但係若果嗱，當然啦。依家呢個 plan 呢，就睇唔到城巴有繼續堅持當年個方案嘅打算嘅，即係換言之叫4號攤48嗰個打算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拎翻出嚟嘅話，咁就唔係同一回事嚟噶啦。呢個就真正我哋需要擔心嘅問題嚟嘅。咁你咁樣搞到唔夠4A，你想做咩咧？就咁睇嘅話咧，佢就好似係放棄咗嘅。咁放棄咗嘅情況下，咁即係你如果睇轉乘安排嘅話咧，你睇4點打後咧，佢就220啊270。即係你話黑就一定少噶啦，但係其實反過嚟咁講啦，你話就算你係即係我哋當8點鐘收車，其實你而家其實如果睇翻時間表嘅話咧，可能8點鬆啲打後佢就已經做到好頹噶啦。咁8點鬆啲打後做到好頹，咁你咪 cut 個段咯。即係我哋一般嚟嘅睇法就係咁樣，但係不過當然啦，你話依家你話6點鐘咁，其實因為6點鐘打後可能25分鐘一架，咁變咗你用6點鐘做界，係咪完全不可接受咧？或者定係唔係其實係限檔，其實捱多1個鐘2個鐘？喂，其實佢咁講啦，佢insist要收4點，都係講句就係佢要嗰兩架車都壓埋嚟收，早啲收也好，攞出去做其他嘢也好，佢其實想目的壓埋嗰兩架車嘛，講穿咗就係。咁但係客觀嗰兩架車係咪壓嚟真係好有用？我又覺得係咯。同埋咧，另一樣嘢都小心嘅，就係因為其實咧，依家咧佢6點到7點5啦，其實咧佢開12到15啦。你依家變20、30咧，假設你變20都好啦，你變咗0735嗰架雖然係固定開車咧，但係其實你到收尾會唔會搞到嗰架嘢爆咗咧？係冇人知嘅。分分鐘玩爆炸彈，呢啲就自己睇路啦。我都係成日都話嘅，就呢間公司咧就做學生客咧就從來都當雞當公廁嘅，所以就既然都雞同公廁咯，就係啊，就唔在乎噶啦。佢覺得你哋總有方法翻到去嘅，即係之前講取消94嘅時候都講過呢個問題，即係你叫91做嗰班翻學客，咪俾你講到要早出門口或者趕咗落地底咯。都係翻返個結論就係收咁早好唔合理，開翻晏少少，我覺得有得傾，講完噶啦。大概呢個情況啦，其實講粗口就係必然講噶啦，但係要點樣講到個粗口鬧好聽啲咧？呢個就你嗱，正確啲講法就係話佢而家呢間公司嘅存在本身就係講緊粗口噶啦。OK， 但係講到呢度先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可以 like share 啦，睇到件事仲得啦。如果大家咧覺得我哋嘅 channel 咧講嘢都 OK 嘅話咧，咁咧就都請你咧 subscribe 翻 channel， 撳翻個鐘仔，咁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哋最新影片嘅通知啦。多謝晒。